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今日来到好好运动。今日呢，同欢喜呢，就带大家共下来运动。大家平常有运动冇？有运动的习惯哦。有运动呢，人身体做得变得更健康，心情呢也会变得更好，轻松又会哦，身材又会变得更好哦哈。故说呢，你下呢，大家会放起来啊，夹放起来，每一个错了，做错嘅都市啊，就按太杂了哈，夹放起来哦哈，然后人等呢，变到旁边去，好冇？你下哦，准备开始哦，来，然后人脚打开来，要起起来嘛。起起来啊！哈，嗱腳打開來哦。今日要做嘅重點係乜嘅呢？係腰嘅運動哦。係腰嘅運動做嘅呢，就會讓人腰會變到動纖細，嗰個有腰部嘅曲線哦。哈，嚟當簡單嘅第一個動作，讓人腰會啊到前面去，變到前面去。哦，安尼看唔到係冇？嚟側面哦哈，老師嚟轉到旁邊來。好，來，然後咁樣哦，嚟到前面。好，各位人切頭哦，一時嚟玩哦，冇按嚟側記住，冇辦法到前面去。好，按嚟呢，各位人下巴要豎正啦。嘿，各位呢，你要知道人師傅有痕，人師傅夾痕來哦。各位呢，肚臍要豎到邊邊。好，標準啦。聽得到哦，慢慢呢前面，各位人膝蓋有冇？切頭要朝前面哦，做唔得按嚟打開來哦。好，前面。各位，按你這樣做的感覺，人家師傅係夾痕的，有冇？也會有聽通到哈。好，都標準來。第三道慢慢的前面有一些人會抖，有冇？嘿，如果會抖的話，就對嘢啦哈，就表示個你有聽通到人家也會哈。好，標準來，走一道哦，前面，然後哦，好，標準來，前後一道哦，慢慢的來，嘿。切頭一玩哦，唔係側咯哈，嘿嘿，等好哦，好，你喺前面呢，係冇，你後背哦，讓人家師傅慢慢的後背，對，安尼呢，人家腰位，你啊，要平平哦，做唔得安尼玩哦，哈，看安尼老師做哦，你啊，像安尼啊，老師有一些的歌要較大條嘅，哦，安尼就當講有冇？看到安尼平平有冇？哎，安尼平常時啊，腰會講，哦，我腰骨要按順陽哈。安尼做起呢，人家腰會冇肌耐力啦，有練到肌耐力嘅時間，人家腰會就唔會按順陽哈。來前面哦，好，各位標準來，做一道哦，係來平平哦，係不能去側咯，去安尼平平，做唔得安尼跌下去哦，哈，平平，好，各位做正來，好，做前面，有冇？人家切頭去側咯，做唔得彎咯，好，做實正來，做一道。到前面去，你腰位了，側咯，做唔得安尼彎咯，哈，彎呢，人家你腰位就冇通到了，哈，側，嘿，等好哦，標準了，做兩道好嘛，前面，等好哦，各位標準來，前後一道，到前面，腰位來出來哦，哎，做唔得彎咯，好，標準來，好，轉過來。一隻喺前面的動作，一隻喺後背嘅，係冇？你還要做旁邊的動作哦，哈，然後人腰束打開來，好，腰位哦，腳踭可以細細嚟，好。各位呢，你還要彎下去咯，按你彎下來做人腰位的動作哦，有冇？一邊要按你來長長冇？你豎哦，要長長哦，係有冇？有長長冇？各位你肩頭做唔得走起來哦，變下來，好，各位變正來。強強的做好哦，唔好按用力了哈，慢慢的下去。哎，有來長長嘛，知道你那邊按的很，按的就對了哦。好，慢慢變正來，等好哦，對，去3度，來下去哦，記得咯，人切頭哦，做唔得停痛哦，腳要傳出來哦。哎，變正來，走過來哦，慢慢的來。哎，個手啊，做傳出條位哦。好，慢慢的再來，前後2度好嘛？好，再來哦，來長長，哎，按你人腰部的曲線就會變到動僵啦，哈，慢慢的再來，會變得有動窈窕的曲線哦，前後一度，哎，師傅做唔得停動哦，哈，好，標準來，好，慢片好嘛？好，來，有一些的軟對嘛，哈，來，慢慢的來過去。記得一樣誒，你一片來到哦，嗰個數按你慢慢的發就冇效果咯，係順出啦，係慢慢的再來，誒，也會再慢慢下去，
各位记得咯，伢师傅啦，师傅来看老师哦，伢做唔得安尼玩呢，师傅要安尼，要走起来咯，师傅安样啊，师傅夹起来啦，好，安尼就对了哈，做得冇？好，不用再来，走一刀哦，好，慢慢的下去，哎，我记得咯，你做唔得多两片的时间就猛呼吸哦，安尼伢呼吸就不顺畅了哈，慢慢的再来，下去的时间啦，我让老师强用吐气，好，来慢慢的再打开来吐气，有冇？有哪个强用吐气嘛？有哈，来慢慢的再来。一下你就会知道，哎呦，我也会用变色的哦，哈，来慢慢的来，好，手来出来哦，好，慢慢的再来，走2刀之后，好嘛，好来，走来哦，手来出来哦，哎，有冇？这边有知道有按你来刀嘛，来狠有冇？好，慢慢的不用再来，轻口1刀之后哦，哈，来慢慢的来，等候哦。有冇停一下下？啊，有喊人哦，有冇？好，我们慢慢的不用站了，好，放松一下，好冇？安尼旋转一下，放松一下。好，刚刚呢有搞前面，后背各位侧面呢，好冇？然后要搞一个转你的腰哦，安尼转腰的有冇？哈，来速度也系胸前不用后来。好，先起张来哦，按样哎，抬头挺胸，各位都是按样啊，速度变哦。好，按先右片哦，转过去哦，好，转过去，哎，慢慢的转，好，慢慢的左转来，弯一片，慢慢的转，哎，慢慢的转来，做得嘛，慢慢的一开始唔好按夹哦，因为按夹，人家也会一下就疏松的，有冇？我说一开始按先做，慢慢的，等下会越来越夹哦，哈，来慢慢的转过去，哎，慢慢的多转来，走一刀哦，慢慢的转过去，哎，慢慢的多转来，记得咯，也会停通之后哦，好，人家脚，然后人家肚是唔会停通哦，好，这样转来，走一刀，慢慢的转过去，慢慢的转过来。好，然后我夹一些些来好嘛，然后强用哦，让老师强用哦，好来，左片3吸，右片3吸，左片3吸，有停停好嘛，爱嘛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，加油！1、2、3、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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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哦，有停到爱嘛？哎，做太以后啊，你都会吃到人家也会，哎呦，变细了哈！加油哦，来，1、2、3、吸，1、2、3、吸，1、2、3、吸，轻好2刀之后啦哈，1、2、3、吸，做1刀哦，加油哦，1、2、3、吸，哎，不用松哈，有冇？这片按呢，有冇？也会变细，好冇？好，那刚才第一招动作前面。后背旁边哦，哈，然后呢，我要加速，好嘛？加牙速哦，有看难一些些的哦，唔讲我相信一定做到哈。来，平平哦，好，慢慢转过去，各位右手来出去，哎，慢慢都转来，好，弯一片哦，左手拿出去，不用转来，走一刀哦，右手拿出去，边转来，左手，哎，做得冇？较夹地位好冇？预备哦，开始哦，准备哦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有冇？有吃到牙也会有挺通到冇？一定有的啦哈！啊，唔过啊，要记得咯，肚是做唔得，同来同去哦，各位脚按样，脚要起好来哦，鼓手啊，人家肚是一定要收起来哦哈，加油哦！师傅有夹拍嘛？那老师强用哈，老师强用哦，做强用动作，看老师的脚有停头冇？冇咩哈？让老师强用啊，各位看老师的旋转的弧度动态哦哈，看平平哦，速做唔得一下按高，一下按大哦哈，让人肩头强用哦哈，加油哦，做来哦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轻后4刀好嘛？第1刀。停1刀，走来啊！第3刀，第4刀，好，不用松下来，有冇？你係要卡好冇？哈，其實啦，人做按你腰部的動作啊，按你當然平常咩嘅，一下哦，就腰部塞到嘅有冇？因為你那邊的力量不夠，
喺常常做腰部的动作的时间呢，人家腰会做动有力啦，好冇？好，你看呢，要比家下卡多一些些嘞，好冇？你看，侧面，老师侧面哦，好，家下呢卡细动作，你看要卡大的动作哦，好，来，然后人家手拿起来，抬起来哟，抬起来哟，你看呢，人家腰位哦，肚是要慢慢的到前面去，哦，一起来之后，安尼，哦，腰位有用到的嘛？有好，慢慢的都再来。哦，有一些些的圆哦，哈，来慢慢的，看慢点位哦，哎，多了停的，记得咯，师傅按样，夹平来，都是按样，变，有冇？有哪样看嘛？哎呦，我讲老师，都唔掉了，夹，休息一下哈，来，再来第三道，哎，师傅夹平冇？有冇？哎，数转来，轻轻一刀，拿老师强用哦。你看哦，拿老师强用，安尼，总得停痛哦。哎，都是要用力咯，有冇？哎，师傅要夹平哦，慢慢数转了。好，拿老师强用来放松一下，到前面。各位呢，人数不用到人个腰位安尼，强的扑啊，嘿，扑啊，人腰位就放松哦，就唔要按圆哦。好，慢慢的转来，有冇？今日作为腰部运动，做得冇？做得啦哈，动作哦，安尼都细的动作，都大的动作，你看，然后从第一个动作做到最后一个，还记得冇？好，来旁边，同样系嘛？哎，然后你还切头，稳定哦。好，第一个动作当简单系嘛？前面腰会推送出去哦，好，慢慢转来，第一刀，慢慢出去，师傅一样夹平来，好，慢慢舒展来，第三刀。加油哦，腰要用到力量哦，慢慢舒展了。好，轻后哦，来，慢慢的哦，唔好太急哦，哈，慢慢的舒展来，轻后力量都做好嘛，来，慢慢的前面，都是有数起来嘛，有啦，好，慢慢的舒展来，轻后一刀哦，慢慢的前面，哦，做得嘛？然后加下係第一個動作係嘛？第二個動作呢，人家身體到前面係嘛？來，慢慢的前面。然後人背囊用啊，順側側咯，好，慢慢地舒展來。做第二道背囊用啊，打側咯，好，慢慢地轉來。哎，看下你老師做哦，慢慢地來側，看老師的背囊，哦，你看按側咯，來到人頭拿起哦，好，會變到一條線的哦，好，慢慢地轉來，做啦老師強啊，哈，慢慢地下去，慢慢地做轉來。加油哦，背囊側腰位嘛要打出來哦，嘿，等好哦，慢慢地轉來，嘿，加油哦，慢慢地前面，記得咯，你頭拿，唔好按嚟拗起來，按嚟人降緊住個神樣，按嚟看天嚟，莫做個看天嚟，好，慢慢地轉來，有冇？嗱，老師教樣好，慢慢地前面，哎，總唔嚟按嚟跌下去哦，好，按嚟平平，哎，各位做嚟放起來。前後4刀做好嘛？好來第一刀，慢慢的哦，記得咯，兩邊要來側側咯，腰要打側咯，好放起來，還有3刀係嘛？來慢慢的前面，要配合人家呼吸好嘛？來慢慢的放起來，下去的時間人家再要打開來啦，吐氣好嘛？來吐氣，等好哦，吸氣，前後一刀，吐氣，太的吐氣哦。哎，吸氣，好，轉到轉來，然後第二隻動作對嘛？第三隻來旋轉係嘛？然後腰要旋轉咯，好，來準備咯，哎，唔好休息咯，好，按七隻來好嘛？好，來準備好啦，5、6、7、8，來旋轉，哎，等好哦，做得嘛？太夾嘅係嘛？哎，等好哦，因為人家下有做暖身的嘛，哈，故所呢，你下做得加快速度哦，哈。加油哦！做得嘛？再加速好嘛？來咯，加速，1、2、3、4，哎，動力好喲，等好哦，數再來出來，哎，老娘數來出來，嘿，安尼要吃到腰位要停痛冇？要嗬，個腳起上來喲，都是啊，數起來哦，前後4刀就好哦，來了，第一刀加油哦，第二刀做2刀就好啦，最後一刀。哦，很厲害哦！前後一隻動作，千難係冇，哎呦，我驚冇，
唔好僵啦，唔是僵啦，好，来，老师胸下哦，好，来狼牙术，手叉腰哦，好，慢慢的哦，脚趾头先弯起来，好，慢慢的往前推哦，哦，师傅有夹很嘛？有啦哈，慢慢的数正了，好数，来这了，打数哦，好，慢慢的前面，脚趾头要弯哦，哎呦，肚子有更准嘛，有啦哈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好，走一走哦。来，慢慢的，加油哦！师傅啦！哦，数转来，去站到，加油哦！师傅夹很来哦，哎，更准的係嘛？好，數轉來，前後一刀好嘛？前後一刀，哎，七條啦，要完蛋啦，過肚子要到前面去啦，加油！好，慢慢的轉來，好，到前面去，給七條彎，各位數，好，然後撲啊，撲搖嘅哦，唔係撲蛋糕啦，搖嘅啦，撲啊，舒緩一下，好，來轉過來。哎，有嘛？你今日做得了，你就知道，哎呦，我搖嘅用變色嘅，係嘛？好，今日同學歡喜呢，帶大家嚟做腰部嘅動作啦，哈，記得咯，強用，老師強用，日做愛做哦，哈，我今日做嘅，前個日又冇做，日做，然後腰部嘅曲線就會出來哦。你做個牛仔褲嘅時間有嘛？然後臀型啊、腰線就會出來哦，哈。今日同歡喜帶大家嚟運動，希望呢下到做冇強用嘅動作啊，哈。今日就到呢一天咯，再見，拜拜。